尽，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开心我们能够一起站立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主耶稣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我们的山寨，我救恩的保障。嘿。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保障。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一起来，嘿！我要付出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
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现在跟现在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一起来赞美主是你的力量。OK， 哎，主耶稣是我们每个人的力量，我们不要忘记他的爱。我们一起来唱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保障。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一起来，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要不住的感谢，一起来，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再来一次耶！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个时间能够在他面前一敬拜他，一起全心全意的来爱我们的主。谢谢主。我们一起来唱，我渴望。我渴望看见公义，寻求你谦卑自己。深愿你从天上垂听，让医治临到这地。荣耀君王，愿你快来，焚烧我心真实的悔改。愿你赦免我们的过犯，恢复这时代。荣耀君王，愿你快来，设立宝座与我们同在。万民都来匍匐敬拜，全然降服在你荣耀的爱。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开口来唱这首歌。我们来渴望主耶稣，我们看见公义。我渴望看见公义，寻求你谦卑自己。深愿你从天上垂听，让医治临到这地。荣耀君王，荣耀君王，愿你快来，焚烧我心真实的悔改。愿你赦免我们的过犯，
耀君王，愿你快来，设立宝座与我们同在，万民都来匍匐敬拜，全然降服在你荣耀的爱。来，我再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再来唱一次。我们渴望看见公义，我们寻求谦卑自己在主的面前。我们渴望他再来的那一天，盼望他再到的那一天。我渴望看见公义，寻求你谦卑自己，深愿你从天上垂听，让医治临到这地。荣耀君王，愿你快来，焚烧我心真实的悔改，愿你赦免我们的过犯，恢复这时代。荣耀君王，愿你快来，设立宝座与我们同在，万民都来匍匐敬拜，全然降服在你荣耀的爱。荣耀君王，我们一起来唱。荣耀君王，愿你快来，焚烧我心真实的悔改，愿你赦免我们的过犯，恢复这时代。荣耀君王，愿你快来，设立宝座与我们同在，万民都来匍匐敬拜，全然降服在你荣耀的爱。是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降服在你荣耀的爱当中。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在光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去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庆，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弟兄姐妹，我们唯一的渴望是什么？我们唯一的渴望是不是就是那爱我们、那又真又活的耶稣呢？我们一起来唱。在光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去我的软弱，
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同时抱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我相信主耶稣走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遮生命盖我当中。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我们一起来唱，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庆，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来，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庆，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弟兄姐妹，我现在邀请各位一起闭上眼睛，我们来做祷告。我们在向爱我们的主耶稣来祷告。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讲，不论你现在是在高山低谷，你的工作在高山或低谷，你在学业上面高山低谷，任何时刻、任何感谢、任何困境，我们都来向主耶稣说。我们开口来祷告。耶稣，谢谢你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个人当中来活，谢谢他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中来掌权、来作王。我们一起来唱，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庆，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庆，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我们一起唱，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庆，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你是我唯一渴望。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所以说，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何等的不配能够站在这里敬拜你、赞美你，让你来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说，我们对你的认识真的还不是那么的多，对你的了解，对你的话语。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渴求、渴望的更多。愿你来触摸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能够单单的来爱你，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渴望，耶稣。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愿你亲自来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仍然站立，用使徒信经来
宣告我们的信仰。请一起开口来宣告：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从圣灵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任耐生了，第十字架受死，埋葬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要在全能父上帝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死人。我信圣灵，我信根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现在进行奉献，请负责人，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时间排出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恩。耶稣说：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不是你们拣选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们的果子得以长存，好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会赐给你们。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有的生命、工作、读书机会、家庭生活，都全赖你的恩典所赐下，故此你配得我们赞美和感谢。现在我们愿意以面前的金钱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这一切原本都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愿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请一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手上都有报告，我们手上有那个教会讯息，有吗？好，我们翻开教会的讯息。第一，本主日下午2点到4点，建成福音篮球队将进行本年度的总冠军赛，精彩可期。欢迎大家一同前往，为球员加油打气。在建成国中篮球场。第二项，下主日11月26日，感恩节主日为禾堂礼拜，礼拜中将进行大手牵小手，一同向上献心献银行动，
回应上帝1年来的护佑和引领。第3，下主日礼拜后举行一家一菜感恩宴飨宴，邀请弟兄姐妹分享拿手菜，并至1楼柜台登记，以免菜色重复。用餐后随即进行圣诞布置，请各团契留意配合。第4项，2024年度的爱餐奉献，一个单位3000元，认献款请交给干事，在于2024年入账。第5，教会预备2024年精美的月历，原则上1户1份，请至柜台登记领取。第6，2023年10月份的教会财务报表已经公布，请自行参阅。还有一个肢体交集恭喜翁定信弟兄和好奇小姐将在11月20办理结婚登记，愿主赐福他们，琴瑟和鸣，同心同行。愿主赐福他们。喜上的还有那个奉献明细，还请他自己看一下哈，如果有错误的，请跟会计回应一下。今天我们要牧师要讲的经文在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26章1到9节。以赛亚书旧约26章1到9节，我们大家一起用心来攻读神的话语。在以赛亚书，请26章第1节到第9节。第1节，请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欢这歌。我们要坚固这城，耶和华赐救恩为城墙，为城墩。你们要敞开城门，使守信的公义之民得以进入。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磐石，他使居住高处的与高处的城市一同降为卑下，将城拆毁，以为平地，化为尘土，使他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和贫寒人的脚践踏。义人的道是正直的，正直的主啊，你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呀，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的心里所渴慕的，就是你的名和你的称号。夜间我心可想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地上行审判的时候，世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正道题目，志梅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仰望等候，请牧师。补充报告，就是下个礼拜是感恩节主日，我们照例是和堂礼拜。那今天也有一个回家功课。什么是回家功课呢？因为我们在下个礼拜感恩节主日的时候会进行大手牵小手献心献影的活动。因为有一些可能是第一次来，不是很清楚，那牧师在这边说明一下。下个礼拜在礼拜中和堂礼拜我们只有9点半那一堂和堂礼拜哈，所以11点半来就没有了。那在礼拜中我会发这张感恩卡，好，一边是有图案的，一边是空白的。回家功课是什么呢？回家功课就是你先想，这一年来从年初到现在，你有什么特别要向上帝献上感恩的事情？
好，然后你在礼拜先想好嘛，对不对？好，然后在下个礼拜礼拜中的时候呢，就可以会有时间让大家填写这张卡。所以回家功课就是这个礼拜的回家功课，就是你要先想好你要写什么，好，有什么要献上特别的事情要献上感恩的。然后另外呢，下个礼拜也会准备一个感恩奉献袋，好，特别在感恩节期的感恩节的感恩奉献。好，所以呢，我们这个礼拜就是要大家把感恩卡的内容想好，然后如果你要感恩现金，好，也可以先预备好你要做多少的感恩奉献，这样就是现心现银的行动。这是下个礼拜感恩节主日，再说一次是禾堂礼拜，是禾堂礼拜，也就是9点半开始的礼拜，就没有11点半这个华语礼拜。好，另外还有一个补充报告，就是我们有圣诞糕，每年都会发1盒圣诞糕，在圣诞赞美礼拜那一天，今年也是一样。但是今年的圣诞糕呢，我们有稍微升级了一下，好，升级。重点是，如果你要加购，要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哦，那也有圣诞糕可以到柜台去加订，你们去加订，好，看你们要，因为有2种的，一种是升级版的，就是你们手上会拿到的那一种升级版的，还有一种是我们过去几年来都是那个一片，就是一片的那一种圣诞糕，好，有2种圣诞糕可以选择，你们可以自由选择。如果你要加订的话，那要在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就截止了，好，所以这个是要大家稍微注意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内容。在讲到的一开始要谈到前几年在 COVID-19 造成许多产业的冲击，但是其中呢有一些产业是鹤立鸡群、独树一格，比如说外送宅配的这个服务平台，好，在疫情期间哇蓬勃发展，还有电商网络平台，还有合法的追剧平台，好，可算是在这个期间呢，突然异军突起的这样的产业。那就以追剧来讲，看戏剧这件事情来讲，我不晓得你们喜欢看哪一种类型的剧。有人喜欢写实片，有人喜欢科幻片，有人喜欢悬疑推理恐怖片，有人喜欢爱情，有人喜欢警匪枪战的动作片，有人喜欢喜剧片，笑一笑过去就很轻松。好，不论你喜欢哪一种类型的片子，或者是不论你挑选的那个片子，它多多少少一定会跟你的人生经历有一些共鸣，或者是你心里内心很渴慕期待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像那种港剧，好，比如说那种警匪枪战片，那港剧的港星啊，都是还可以一边飞，好，一边飞还一边双枪，好 ，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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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好，那个后坐力多大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发生的。但是呢，我们在电影场景，在剧里面，我们就可以享受那种快感，然后也把自己想象成好像哇是那种可以一边飞一边还可以击杀那个击打准确的击打罪犯的这样子。好，绝大多数的剧本也都有它的原型。剧本的原型，它可能是一首诗词歌赋，可能是散文，可能是古早的传说，可能是人物传记，或者是现实发生的一些事件。那在教会里呢，我们在教会里常常在演戏，对不对？好，教会里有很多源自于圣经的脚本。来，你们来分享一下，你们曾经在教会里看过哪一些戏剧是源自于这个剧本是源自于圣经故事，说说看。好，浪子回头，我这个跟台语堂的答案一模一样，第一个都跑出来都是浪子回头。还有吗？路德记，好，参孙跟大利拉，好的撒玛利亚人，还有没有？约瑟的彩，耶稣的诞生，还有约瑟的彩衣，好，其实有很多的剧本也都是它的原型是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好，那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段落其实跟启示录一样，它是属于
一种文学形式，叫做天启文学。其实我们读的圣经，其实本身它就是一本文学作品集。它里面有散文，像《创世纪》，它就是散文，它是属于散文的文学体。好，然后我们有诗篇，就是诗歌，好，还有一些智慧文学，还有就是警示的。那今天的这个经文，那启示录呢，就是跟今天的经文一样，是属于天启文学。天上的天，启示的启。好，天启文学呢，顾名思义就是来自天上的启示，就是上帝对世人的启示。如果要把天启文学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我们要把启示录改编为戏剧，那它可能就像是一出以天地舞台为背景，在谈论全人类80亿人口，现在80亿人口了。好，在谈论这80亿人口在地上呢，将会如何的一出科幻剧。好，如果我们以戏剧的这样子来类比，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会谈的是什么呢？它的主旨就是这80亿人口在这个以天地为背景的这个舞台上，他们会往2个方向行动。有一组人，他会往上帝之城行动。上帝之城就是以耶和华上帝他救恩所设立的坚固城。那另外一群人呢，他会走向欲望之城，就是充满欲望，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之城。今天的经文，我想请大家再来读一次，我们放到经文的 PPT。刚才我们都有读过，但是现在我们要想象我们在演戏嘛。好，如果今天我们在演戏，舞台已经搭好了，演员也出场了，那我们这个旁白，我们现在想象自己是旁白的角色，我们要怎么样投入感情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就读第1节到第6节。我们读第1节到第6节，我们要投入感情哦。预备好了没？投入感情。要投入感情在讲旁白啊，绝对不是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我们有坚固的城。我想这种旁白、这种剧，你们一定马上就不看了，电视就关掉了，就转台了，对不对？要怎么讲呢？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我们有坚固的城。好，类似这样 ，OK 吗？好，可以吗？好，你们等一下，你们的旁白哦。好，第1节到第6节哦。准备好了吗？好，预备，来。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赐救恩为城墙，为城郭。你们要敞开城门，使守信的公义之民得以进入。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再来下一页。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磐石，他使居住高处的与高处的城市一同降为卑下，将城拆毁，夷为平地，化为尘土。情绪。使他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和贫寒人的脚践踏。哦，有没有就有溃烂？有没有？哇，这个念起来，这首诗歌，这是一首诗歌哎。一开始就唱了第1节，我们回到第1节。第1节说：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嘛。唱这首歌多么雄壮威武，多么有气势，多么有盼望啊！这一段经文其实应该会让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很适合用在特会或者是那种奋兴大会。那身处特会现场，我们想象哈，刚刚那种气氛一直延续下去，就会好像看到一部声光十足的那种科幻电影，有没有？好，科幻剧。但是啊，电影总会结束嘛，特会也会结束。好，当特会结束或电影散场，我们回到了现实生活，走着走着，好像就会有一种失落感，好像跟刚刚那些发生的这些事情，好像跟现实有点脱钩。
这种与现实脱钩的感受，在信仰生活中也很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看第3节，第3节说：“艰辛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这是上帝的应许。有时确实是如此，但有时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好像不那么平安，不一定。不要说10分平安，有的时候我可能连5分平安都没有。在先知以赛亚侍奉的期间呢，硕果仅存那些极少数仍然艰辛依赖上帝的人，他们一样没办法避免战争的威胁，他们一样没有办法避免社会的那些乱象，他们没有办法离群索居，他们也没有办法抵消掉挪除生活当中那一些垃圾，很多垃圾的事情。就我们来看第5节。第5节说，他使居住高处的与高处的城市一同降为卑下。然后第6节说，使他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和贫寒人的脚践踏。先知以赛亚用居住高处的与高处的城市在描写什么呢？他在比喻这个高处跟高处的城市，是比喻一些骄傲自大的人，然后住着那个些城市，那一群人，好，就是高处与高处的城市，就好像索多玛跟蛾摩拉就是一个等待被上帝审判的城市。那在第1节，回到第1节说，当那日，也就是到末日的时候，好，先知以赛亚的当那日就是末日。我们现在其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现在就是在末日的末世的这个进程过程当中。好，那到末日呢，这些居高位的城市，这些骄傲的、自大的这一些城市，最终会被上帝践踏，也被贫穷困苦人践踏。但是这么多世代过去了，从先知以赛亚预言到现在，多几千年过去了。那些拥有权势、霸道无敌的人，仍然是我行我素啊！到处都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情形，到处都是在靠关系的这种情形。一点都不公平，也不公义。霸道无理的人仍然横行无阻。那么在低处的人呢？没有任何背景的人呢，依旧被无情的践踏。所以我们会想到说，那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感觉跟现实好像也真的有点脱离现实，没有真实感。即使对于身处于现代的我们，正在末日的这个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啊，好像有一点距离，有点遥远。当那日的那日到底是什么时候呢？上帝并没有说明。上帝到底会在哪个时刻，用哪一种方式强力介入人类的历史？这个事情，上帝没有说，这是隐匿的，不可言明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动乱、很不安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明着讲，很多事情我们都会说不好说，就是不能明着讲嘛。你讲出来了，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好、负面的一些影响。好，因为在那种时期，先知以赛亚他如果挑明了讲，就容易引来杀身之祸。那么，即使我们说很多先知都难逃一死，但是也得先完成任务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上帝也会为了让他的仆人先知能够完成他的使命，在某种程度上，上帝要保护他的仆人，保护他所差派的人。那么，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内容，启示给先知的内容，就是有点隐晦的、暧昧不明的，就好像我们看启示录，就是看不懂这7晚7印7号到底是在干嘛啊？因为老约翰就是这样看到这样意象啊，他就只能这样写下来啊，因为他可能他也不太懂，因为可能他那个时代他懂，但是呢，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懂。好，有些东西像摩斯密码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到一个时间点，或者甚至是回过头来才发现，原来如此，原来上帝说的是这件事，原来上帝的时间是这个时间。那至于还要等多久呢？是我们现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常是我们最常问的。大多数的人对于一种没完没了，一直要等不知道等多久的状态，都很容易失去耐性。我想我们常常会去一些
还不错的一些餐厅，网评还不错的，哇，那种排队很长的。如果可以定位，好，我们就会定；如果不能定位，然后呢又排队等，问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不知道小姐那个你这个位置不晓得等多久，反正你就是在现场等，你会继续等吗？如果看到外面一票人，可能如果你没有很渴望要吃那个东西，可能就会走了啦，不想等了。好，就好想象我们面对职场上一些没完没了、毫无意义的简报跟会议，还有在同侪当中没完没了的暗中较劲，我们会觉得很不耐烦。然后我们可能会对于父母的唠叨啰嗦没完没了，因为父母就是这样子改不过来，好，就啰嗦唠叨讲，我们会觉得很不耐烦，很不想听。然后呢，现在要选举了，面对选举文化里面没完没了的互相撕咬，然后呢又面对中国没完没了的武力威胁，那个海巡的、空军的，那个飞，一直飞不停，海巡的要出去挡不完。我们基督徒常常说要有盼望，但是有的时候属天的盼望在我们这些充满变数的日常生活当中，实在好像有一点不切实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总会过去的啦，上帝与你同在，只要你坚心倚赖上帝，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安慰自己，也安慰别人。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当我们这样安慰自己或在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这些安慰有点好像没办法打从心里说出来，就是没有那么确定。然后别人在安慰我的时候呢，又会想说啊，累也不是你在累啊，烦也不是你在烦啊，做简报也不是你在做简报。好，那甚至于身体的病痛，一直那个疾病缠身的人啊，痛也不是你在痛，你用讲的当然比较容易啊，比较轻松。那坚心倚赖上帝，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上帝说他必保守我们有一个平静安稳的状态，这是上帝的应许，是不变的真理。但是我们要看前面第一句，第三节的第一句，前提是坚心倚赖你的，坚定倚赖上帝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坚定的倚靠他？当现实的问题一直没完没了的一直纠缠，一直像撞墙，一直不断的撞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动摇？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第7节到第9节。第7到9节说：义人的道是正直的，正直的主啊，你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渴慕的就是你的名和你的称号。夜间我的心可想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地上行审判的时候，世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公义，义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公义寻求公义的人，就是要跟上帝有好的关系。我们知道上帝的义是什么，我们知道上帝喜悦什么，我们就要跟他先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我们也知道，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就是跟上帝要定义跟上帝有一个合一的亲密的关系。那这一群人呢，就是定义前往上帝之城的人。我们在一开始有说到上帝之城跟欲望之城，这些人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我就是要前往上帝之城，或者是我人已经在上帝之城了，我就好好的待在那里。那么这段经文呢，7到9节在暗示一个什么？这里面有一个暗示暗示说，即使像我们这一群已经受洗的基督徒，跟上帝有合一关系的人，也同样会遇到那一些没完没了的无奈，甚至是生离死别的焦虑跟无常。因为他说，上帝第8节说，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第9节说，因为你在地上行审判的时候，世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上帝的审判跟救恩是
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状态。上帝现在正在审判我们这个世界。当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人是居住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充满什么？充满欲望，充满竞争，充满许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还有污染。污染的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公义的产物。你今天会公平公义，任何的工厂啊什么的，你不用什么环保标章什么的，人自然而然就应该会要去爱护这个环境，因为这个环境、这个地球是上帝创造给予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可是因为这个世界整个都败坏了，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世界到外太空去，我们人就是在这个地球，所以我们会生病，不论是身体的疾病还是心理的疾病，这是群体性的，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所以呢，那我们现在的这样子的痛苦，然后呢又跟遥远的那个盼望，上帝给我们的那些盼望，好像这之间，我们该如何自处呢？我们活得这么痛苦，但是盼望又是盼望的这么的真实，这么的真切。那在等候，我们在等候的这个过程当中，在等候的这些日常的混乱当中，我们又如何该坚定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得罪了上帝，包括上帝的子民犹大，他们都向往要走往欲望之城。而那些少数坚定依靠上帝要前往上帝之城的人呢，他们具体能做的其实就是仰望跟等候。对于那些没完没了的无奈与无常，要忍耐。对于上帝到底你要何时才出手介入我们的生活，来翻转这一切不公义的时候的那个时刻呢？在等待的时刻要怎么办？还是只能等啊，我们就只能等。听起来好像很消极，听起来好像一样没什么盼望啊，那就是等啊，我也知道要等啊，问题是就是很烦啊，到底什么时候才结束啊？弟兄姐妹，等待不是消极没有意义的，在等待的时刻更是磨练我们信心的时刻。我们可以把上帝之城想象成一个竞技场。我们今天下午有建成篮球队的总冠军赛，我们就以篮球比赛做例子好了。在球场上，就是有先发球员嘛，哈，各队5个，好，10个先发球员在场上厮杀，然后旁边有板凳球员坐在旁边等着可以替补上场这样子。先发球员正在打的那个10个球员呢，他们一定非常专注在自己的状态，也专注在团体的。他们队的策略，还有彼此之间的默契等等。至于板凳球员呢，他可能不一定这么专注，他可能会看一下比赛，然后呢看一看呢，他可能会分心，跟旁边的人聊个天，好，讨论一下刚刚那个裁判应该判的，结果没有判，好啊，那个明明就有犯规，如何啊，那个走位不对啊，不应该是这样子啊，可能就会让分心。然后呢，或者是拿着手机就开始看手机，在板凳球员可能会发生这些事情，他的心里可能没有办法很专注在那个比赛上，啊，心里就有许多的 murmur 这样子。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位板凳球员他在等待上场的过程当中啊，他在等待上场的过程当中，他应该也要全神贯注在比赛里，他也要全神贯注在比赛里。怎么说呢？因为他全神贯注在比赛，他就可以随时，当他被换上场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应该可以在哪个位置，他要怎么防守，他要怎么进攻。现在整个队里有什么样的策略，他可以马上就进入情况。那凡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我们就是在上帝之城里面。问题是我们平日里的训练是不是够扎实？当我们在球场上遇到对手，就好像在一个赛场上遇到对手，如果遭到对手的阻挡，或者是恶性犯规的时候，在那个当下，我们是不是能放下自己的情绪，马上调整好自己，
继续好好的打这个球，继续能呈现最好的状态。或者是当我们坐板凳一直等不到自己上场的机会，我们是不是还会专注在群体的荣辱？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的专注？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场哨音吹响之前都能保持专注，不论你是在场上的还是在板凳等待的人，不论胜负，如果我们都能保持专注，不论胜负，不论最后的输赢，其实我们都是赢家。即使输了也是赢家，因为我们享受在那个当下。我们专注在那个当下，我们是群体。因为呢，在那个当下，我们专注在自己一个最好的状态，我们就都在上帝之城里。即便比赛输了，总是一定会有一队是输的嘛。但是如果我们始终保持自己身为一个球员的自觉，一个最好的状态，那我们就仍然是在上帝之城里。但是反观，如果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自乱阵脚，常常被自己的欲望、情绪牵着走，球赛呢变成自己发泄情绪不满的地方，或者是自己的个人舞台，我想丢就丢，我根本不管其他的什么战术。然后呢，如果有犯规，你撞我，我一定要想办法给你撞回去。如果我们只是发泄情绪，或者是只是要展现自己的话，那这种球赛看到最后，即便赢球，其实也是输了。因为整场球赛里，你已经从上帝之城跑到欲望之城去了。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竞技场。在中场哨音吹响之前，我们都要学习如何让自己能够持续专注在上帝。我们要持续的专注，而不是左顾右盼，甚至于还被裁判判驱逐出场，愤而离席，然后映着景象就走到欲望之城。第8节、第9节说：“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因为你在地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等待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因为在生活里到处都有让我们对上帝分心的人事物。在中场哨音吹响之前，许多时候我们仰望等候上帝出手的那一刻。等待是个很好的礼物，等待其实是上帝给我们很好的礼物。等待呢，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被炼净的机会。是一个可以剔除杂质的机会。如果有过滤器说最近我们教会有洗水塔嘛，好，除了洗水塔以外，我们饮水机都有滤芯啊，滤芯这种过滤。等待其实就是一个过滤，我们可以被过滤的机会。因为等待的时候，在漫长无止境、好像没完没了的一些状况。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重新思考、省察，我们生命当中轻重缓急的次序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一对情侣在恋爱中的情侣，或者是一对夫妻，他们可能常常会为了一些芝麻绿豆大的事情吵架，无限循环的不断的吵架。但是在这个吵架的过程当中，难道都没有意义吗？一直吵，吵不停。有的人已经吵到年纪很大了，还在吵，好，所以夫妻吵架绝对不是新婚才会吵架，然后已经结婚很久的不会吵架，都会吵架的哈。这个没有什么年资的那种保质期这样子。但是在吵架的过程，它的意义是什么？在这好像看起来完全没有终点、没有止境的这种吵架的过程，我们可以省察什么才是真正我们应该要守护的。那么在亲职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这边有很多年轻就是年轻人，然后你们可能有下一代，已经有下一代了，然后呢，可能有的是隔代教养的，那可能是给保姆托婴的，那可能呢，就是隔代教养就会发生那种世代教养观不同的这种情况，好，甚至于父母本身自己的教养观可能也不同。好，面对这种世代在教养上差异的这个无限循环里面，
我们可以省察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部分，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有价值要给孩子的。我们要省察，要思考。等待，你要把它当成漫无目的也可以，但是你要让等待变得有意义，我们就要更积极的去省察。在大家职场劳碌奔波，在无止境的累积自己的，比如说1桶金啊，累积自己的一些精力、财富的过程，我们可以省察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真正值得抓住的。前天牧师有去看小雨的阿嬷，好，小雨的阿嬷，我们知道静茹姐她因为肿瘤的关系，从去年到现在已经经历1年，她在跟恶性肿瘤在抵抗。还有佳佳的妈妈也是正在跟恶性肿瘤抵抗。伊丽姐之前也跟恶性肿瘤在对抗。在对抗的那个过程当中，真的感觉好像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要对抗、抵挡、忍受到什么时候才结束？非常的痛苦。但是呢，从他们的身上，我们都会发现一个特质，就是在他们被病痛折磨的过程，他们所抓住的不是这世上的东西。他们所抓住的不是医生，抓住的不是那个什么药物，他们所抓住的就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位上帝。第8节、第9节，我们再来看一次。我们心里所渴慕的，就是你的名和你的称号。我的心可想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总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这样子一直在过。我们就好像那个陀螺，一直不断打转，那个陀螺一直在转，转到什么呢？我们在等待，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停止那些苦难、那些痛苦、那些很烦的事情？然而，我们最终会停在上帝之城，还是停在欲望之城呢？我们最终会停在哪里？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撸到这边来，有时候会撸过去，可能撸来撸去。我们的人生可能会这样子。愿我们在这漫长等待的时刻，我们内心所渴望的、所渴慕的，都是上帝的名和他的称号。愿我们在中场哨音响起的那一刻，我们都能一同站在上帝之城，来颂赞这位赐下公义与盼望的主。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主。荣耀君王，愿你快来！当荣耀君王来的时候，主，愿我们都在上帝之城。我渴望看见公义，寻求你谦卑自己，深愿你从天上垂听，让医治临到这地。我渴望看见公义，寻求你谦卑自己，深愿你从天上垂听，让医治临到这地。荣耀君王，愿你快来，焚烧我心真实的悔改，愿你赦免我们的过犯，恢复这时代。荣耀君王，愿你快来，设立宝座与我们同在，万民都来匍匐敬拜，全然降服在你荣耀的爱。我们渴望主的公义，我们渴望主再来，我们渴望主的国度降临。我渴望
看见公义，寻求你谦卑自己。深愿你从天上垂听，让医治临到这地。荣耀君王，荣耀君王，愿你快来，焚烧我心真实的悔改。愿你赦免我们的过犯，恢复这时代。荣耀君王，愿你快来，设立宝座与我们同在，万民都来匍匐敬拜，全然降服在你荣耀的爱。荣耀君王，愿你快来。荣耀君王，愿你快来，焚烧我心真实的悔改。愿你赦免我们的过犯，恢复这时代。荣耀君王，愿你快来，设立宝座与我们同在，万民都来匍匐敬拜，全然降服在你荣耀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欲望之城、上帝之城这边的摇摆不定，但是主，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眼目始终是望向上帝之城的。即便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被脱离上帝之城，即便我们有的时候不小心让自己的步伐渐渐的迈向欲望之城，但是主，我们感谢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方向，成为我们的道路，指引我们永远都会回头转向上帝之城。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与帮助你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能够走向上帝之城，在上帝之城坚定站立，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会后诗。一起来，嘿，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哦，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哦，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再来一次哦，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大声一点，嘿，嘿，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一起来说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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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们二堂在这里结束，各位可以彼此请安。下礼拜是合堂礼拜哦，大家记得9点半来聚会。哈利路亚。
谢。